喺親戚朋友口中，我係一個乖乖女，我好聽話，爸爸講一就係一，二就係二，我從來都唔會反駁。不過你估我真係咁聽話咩？我只係知道屋企人擔心我啫嘛，佢哋想保護我，咁我就等到佢哋冇咁擔心嘅時候去出去玩，所以我從來都冇同爸爸嗌過交。直到18歲嗰年，我第一次向爸爸提出自己想同朋友去旅行嘅時候，我被佢質問有冇錢、有冇計劃、會遇到啲咩危險、過到去點樣安排等等嘅問題。我意識到自己未有能力去駕馭呢段旅程，因為我冇計算過會用到幾多支出，都冇諗過可能會發生啲咩意外。不過我冇放棄呢個願望，雖然我而家未得到爸爸嘅認同，但我相信只要我做足準備，有足夠嘅金錢同埋有夠成熟嘅心智，佢哋唔會再擔心我嘅時候，我點都有返啲自主權啩。所以考完 DSE 冇幾耐，我好快就揾到一份工賺錢，最尾我係賺到42,098蚊。呢一個數字唔係淨係代表咗我勤力返工，同時間職場都為我帶嚟咗一啲成長。唔淨止係滿足自給自足嘅感覺，我都需要去學習點樣管理啲金錢，邊啲應該使，邊啲唔應該使，咩叫做需要，咩叫做想要。而管理金錢帶嚟嘅責任感同埋自律，亦係從自己嘅工作歷練同埋生活經驗中有所成長嘅地方。直到今年我20歲，我曾經認為佢只係擔心我唔夠成熟，擔心我嘅我藝，但只要我滿足到佢嘅期望同埋條件，佢就會放寬我嘅自由。但好顯然事情並唔係咁樣。我再一次向爸爸提出自己想去旅行嘅時候，佢依然都係用你冇錢，你唔夠成熟，出邊有危險嚟拒絕咗我。而今次我決定成為一個反叛嘅女，我帶住42,098蚊去做一啲我想做嘅事情。喺我準備呢段旅程，我都不斷沉澱自己，有所成長，所以我都好有信心自己可以好好咁樣處理好呢趟旅程，大膽咁樣同人交流，去廣闊自己嘅視野。乖乖女喺爸爸嘅保護之下，唔需要準備任何嘢，淨係需要負責開心。但我都可以為咗自己嘅願望，成為咗一個反叛嘅女。呢42,098蚊話俾我知道，我係有能力為咗自己嘅願望做好準備，完成自己想做嘅事情。